6月23日，中共政府召开了一个超出平常的外事会议，召回了所有驻外使节、党政军以及地方要员、外事机构负责人、驻国际组织代表、外交部驻港澳特派员等人员参加了会议，听取习近平训话。外交部长王毅要求全体人员用习近平的外交思想武装头脑，认真学习贯彻中共外事会议及习近平精神，指导实践，埋头苦干，狠抓落实，对海外中国公民的严格跟进，全面进行控制管理。6月23日，两名穿热裤的中国女游客在马来西亚一个水上清真寺外的围墙上大跳热舞并拍片，引发当地民众强烈不满，被指侮辱清真寺，由警方以公共场所不检点拘捕。当局介入调查，两人认罪后进行了罚款，27日被遣返中国。清真寺则表示，他们参观前已知规矩，仍有这样的行为，感到遗憾。在中国入侵者占领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突厥斯坦，所谓政治教育培训中心实际上就是监狱。加拿大活动家肖恩昌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今天维吾尔人面临的所有危难，就是中共政府的明天。”华盛顿邮报6月28日报道，特朗普政府有可能针对中共政府高层官员在东突厥斯坦对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实施的各种践踏人权及破坏性罪行，提交国际刑事法庭。在伊朗经济危机之际，伊朗胡齐斯坦省多个城市进行了示威，抗议饮用水是咸水以及频繁的停水。由于从水龙头流出的水是咸的，该地区居住人员从水车中购买饮用水。伊朗的降雨量少以及水资源有限，导致了该国的干旱和水危机。海外网6月29日报道，当地时间28日，美国华盛顿爆发大规模示威，民众高举标语，大喊口号，闯入政府办公大楼，抗议特朗普政府对非法移民采取的骨肉分离政策。警方逮捕了至少575名示威者，控告他们非法示威。报道称，许多美国网友看到相关报道后，甚至不敢相信警方一次性会拘留这么多示威人员。6月30日，日本民间研发的观测火箭摸摸2号在发射数秒后坠落地面爆炸，冒出巨大火球。由于事先做好了各项防范措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据了解，事故可能是推进器出现问题，相关部门将进一步调查事故原因。这已是日本民间火箭第2次发射升空失败。去年7月，摸摸1号发射1分钟后，因压力令机身部分损坏，必须紧急关闭引擎。火箭其后坠落太平洋。